回遊香港阿里應門第二季公民意識第9集可見現象嘅背後。呢一季講公民意識，喺前面各集提出嘅就係公民呢個角色幾可憐，要喺我哋生活日常之中，喺各種利益關係裏邊，喺擁擠嘅場景之內留個位俾佢都唔容易㗎。更加唔好講公民係咪同某種政治主張掛鈎，賣個關子，讓大家悉隨尊便。對我嚟講，公民意識關乎春風化雨嘅教化工作。困難嘅地方係，我哋要喺可見嘅表面現象以外，更深入咁睇故中嘅深層意義。例如，空間好多時都係可見同在場嘅，但係時間、歷史時刻同經驗好多時都係不在場，即係缺場啊！甚至喺背景以外，絕對不容忽視嘅係時差。好多時喺隱蔽中，成為我哋某種行為模式嘅推動力，包括我哋點樣思考、點樣諗嘢。對我嚟講，公民意識係份禮物，好似我上季講過，法國人類學家莫斯 Marcel Mauss 研究古代社會禮物交換對共同體嘅意涵。對佢嚟講，用意就係要揚升當代功利同埋功能社會喺人際、僱傭同政府與人民之間要負上平等互助嘅責任。根據莫斯，某啲共同體除咗欣賞收到流轉中嘅禮物，禮物裏邊仲會有魔咒，叫人繼續將禮物傳開，俾更多人可以幻想，否則就會俾魔咒傷害。好似天方夜譚，但係商品反而好可能就帶有魔咒，譬如鼓勵人私人擁有，同埋量比質更重要，所以只會越買越多，停唔到手，係咪呢？莫斯嘅批評者，法國另一位人類學家李維斯陀 Lévi-Strauss 試圖揚升莫斯嘅講法，佢追問叫人回禮或者把禮物分享開去嘅原動力究竟喺邊度？李維斯陀指出，禮物交換可見嘅現象背後，喺時間上邊唔同嘅安排，就係禮物嘅動力所在啦。李維斯陀指出，饋贈同埋回禮喺時間上邊嘅差別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人哋送份禮物俾你，你仲未拆開，只係喺人家背後搖佢一下，估係餅定糖，你就當下攞出早已預備好嘅等值禮物，守禮如儀，但係冇禮物授相親之實，只係兌換而已。如果你收到禮物之後，因為未有預備好回禮，開始感到愧疚，揾個機會回禮啦，咁樣又失咗禮物關係所締造無私嘅共同體之實咯。因為罪疚標示住不平等嘅關係，近乎莫斯所講嘅施捨啦。不過當饋贈與回敬之間出現咗時差，受禮者親嘗所授予之物嘅種種，不論好壞，但係尤其是可愛可賞識之處，而為此萌生感畏之心，開始出現回敬嘅動機，就係咁，禮物交換可貴嘅本質就油然而生啦。呢番話嘅意思講香港作為一份禮物，而我哋原生香港人又可以點樣回敬呢？李維斯陀提醒我哋，缺場不可見嘅時間力量，可以係我哋生活習慣、日常行為模式同諗嘢方法等嘅原動力啦。其中好重要嘅例子就係現代，即係 modern 摩登。首先，現代或者現代性 modernity 同現代主義 modernism 所指嘅並非一樣嘢嚟嘅。現代主義指一種文藝風格，由文學書寫、畫作到音樂；而現代性涵蓋範圍更加廣闊寬茂，指歷史時段上邊嘅分類，例如由古代保守嘅過去進到反叛傳統嘅新時代。而現代主義只不過係現代性其中一種表現而已。由於現代嘅意涵唔單止係歷史斷代，同時又係思想同埋生活嘅新模式，一種全球化嘅文化，並喺佢開展嘅時已經碰上佢嘅批評者啦。
以前有位同學研究深圳民工，即係由農民變成工廠工人嘅農民工，我就提醒佢要留意民工問題，唔單止係規訓同壓制等工人權益問題，民工更加係走喺中國現代化嘅最前線，親身接觸乜嘢係現代，因而必須習慣同被改造過嚟啦。換言之，借用上集嘅講法，來自重農主義世界嘅民工進入工業化時代，由傳統家庭與屬人為本嘅農耕同鄉村伙伴嘅社群，一躍而縱身於機器當家作主，人變成好似商品喺市場中揾立足點、揾收入，讓鄉下嘅家人過得去。我哋香港人喺1950、60年代都經歷過呢個過程，所以今日我哋放下身段，迎合當下市場需求，唔會講太多個性、個人興趣，努力增值，即係自己成為咗市場上邊更值錢嘅商品。上一代覺得都係為我哋後輩着想，叫我哋順從市場走勢，頂多講香港地就係咁噶啦，而唔會同我哋解釋，既然生活喺摩登時代，今時唔同往日，就要接受同迎合現代同市場經濟嘅行為同埋思想模式啦。冇咗呢種解釋，我哋好難喺現代性無形之手上面揾到另類嘅生活選擇嘅。我哋可以講好多現代性嘅定義，有一點值得補充：現代摩登嘅對立面係落伍，意思指現代性嘅價值取向偏重於向前看，未來會更好，或者新版好過舊版。所以常識話俾我哋聽，唔好太緬懷過去。香港人有心，其中主因就係我哋同好多國家唔同，我哋冇鼓勵人關懷公民嘅意識同身份啊。公民身份與認同並唔會建基喺明天更好嘅基礎上面嘅。事實證明，香港明天會更好，大話西遊啫。當我哋今日仍然講往前看，個市會反彈諸如此類，或者在外港人講心安之處是吾家，前塵往事不堪回首，呢啲都係受現代意識形態所塑造嘅諗嘢方式啊。歐洲中世紀知識嘅累積，被譬喻為小矮人騎喺另一個小矮人嘅膊頭上面，逐小步咁打開眼界。去到笛卡爾同康德，對前人嘅知識同經驗開始抱持極端嘅懷疑態度，不用傳統去克制。其實我哋具有嘅知識放喺時間嘅維度上面，都唔係未來嘅事情，甚至唔係現在發生緊嘅事情，都係過去已經發生咗嘅事情。未來嘅嘢，我哋叫預言，唔係叫知識。知識要建基於有根底、具體發生過或者存在住嘅事實。啟蒙運動就係現代性嘅腦袋同智囊，而啟蒙嘅先鋒就係康德。而康德同代嘅德國耶拿浪漫主義學者，好似哈曼同洛亞利斯 Novalis， 亦都係康德嘅批評者。浪漫主義同浪漫愛情無關，佢同啟蒙與現代性最大嘅衝突係浪漫主義目光向後望，或者朝向過去嘅歷史作為今日嘅照鑑同注腳。本雅明傾向浪漫主義，而我亦跟隨佢留意事物嘅緣起 origin。當然，本雅明並非完全摒棄現代，畢竟我哋都生活喺現代性裡面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都係現代性帶俾我哋嘅寶貝。然而，我哋審視自身嘅意識同埋我哋嘅判別力嘅時候，要留意究竟係傾向於未來，抑或過去。雖然時間嘅維度經常係隱蔽喺可見現象嘅背後嘅，例如我喺英國着意喺眼下目前同埋安逸嘅前路，我就大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。但係我回望過去幾十年嘅經歷，尤其是03到19年，讓我明白自身嘅歷練。當年我省下只夠2年嘅使費，卻讀足咗8年嘅書，過程中所想所學十分可貴。
我覺得呢啲都係香港俾我嘅禮物，似乎喺當下嘅情勢，又可以為原生香港回一回禮。冇錯，喺我做學生教書同今日網上分享之間，存在咗好大嘅時差。正正因為時差，反而推動咗我去回歸啦。網上讀到個故事，喺香港成長受教育嘅一個女仔，抗戰期間流徙大陸，證件盡失，被逼留居大陸結婚生子。佢一樣經歷過好多政治運動等災患。佢教仔女廣東話，識英文，一有機會就送咗佢哋返當時仍然係原生嘅香港。當中嘅時差，嗰位女士大可以適應落嚟向前望，但係佢要子女返返去佢過去經歷過嘅香港，一種佢受過嘅文明禮物，同埋叫佢哋仔女都可以參與嘅回敬，而唔係喺好似現代性咁一味叫人勇往直前嘅傻經。榮歸香港，再聚。